题目：就医沟通。你好，最近身体状况还好吗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呢？医师你好，我最近很容易疲倦，晚上睡了8个小时，早上起来仍然觉得好累，睡不饱。工作时觉得全身无力，中午吃饭的时候食欲不振，还有尿尿时颜色很黄，眼睛也好像变得黄黄的，好奇怪。你有没有肝炎呢？你的情形很可能是肝脏急性发炎引起的。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肝炎，从小到大没有检查过。你先去抽血检查，检查完走上2楼去做腹部超音波检查，等30分钟后敲门进来看报告。叩叩叩，我检查完了，请问医师，我的肝有没有发炎？很严重吗？抽血检查发现你有 B 型肝炎，你的 GOT、GPT 都高于40，代表你的肝脏正在发炎。超音波检查，你的肝脏正常，没有硬化，你不用紧张。先服药控制，让肝脏不要发炎。我吃饭都会喂食小孩，我的 B 型肝炎会不会传染给他呢？你放心，一起吃饭不会感染 B 型肝炎。B 型肝炎主要是经由血液传染。如果妈妈有 B 型肝炎，生产时很可能会传染给小孩。但是，民国73年以后出生的小孩都有注射 B 型肝炎疫苗，得到 B 型肝炎的机会很小。原来如此，听说肝炎以后会变成肝硬化或肝癌。我现在才36岁，小孩子才6岁，还没长大，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 B 型肝炎是一种慢性病，只要你保持生活的作息正常，每半年做一次抽血及超音波的追踪检查，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，多吃蔬菜、水果，身体就可以保持健康。请问要追踪检查多少年呢？ B 型肝炎病毒没办法完全清除，要持续一辈子追踪检查。